每個糖尿病嘅初患者咧，佢初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嘅時候咧，都會問一個問題：何必偏偏選中我呢？想到呢個問題咧，係因為佢哋知道咧，糖尿病係一個慢性嘅疾病啦。佢哋以後咧就需要戒口，暫時咧未有方法咧完全根治呢個問題嘅。咁同埋咧，以後都要食藥。咁於是咧，佢心理上就好大嘅壓力啦。咁佢亦都開始產生不安啊、疑惑啊、恐懼同埋一大紮嘅負面情緒。糖尿病2.0，咁我哋主要咧就談及點樣解決一啲心理上嘅負面情緒之外咧，咁我會向大家咧介紹下糖尿病新手入門4招嘅。糖尿病新手入門4招，講緊係咩嚟嘅咧？想知唔好走開啊！健康新心蛇，智慧多一些。阻大家一陣，咁用開 YouTube 嘅你咧，你一定知道咧，按我哋嘅訂閱咧係唔使錢嘅。咁按完之後咧，就會有個鐘仔出現。咁只要按一按咧，我哋有新片你就會知道噶啦。另外咧，我哋嘅節目咧係牽涉到咧一啲嘅醫學嘅知識啦。咁有時會比較深嘅。咁我哋係建議大家咧，如果唔明嘅話，睇多幾次。再唔明咧，就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多謝。其實有好多嘅新糖尿病病友咧，得知自己患病嘅，都會出現咧一連串嘅心理嘅反應。例如咧，首先抗拒啦，咁佢唔係好接受自己有呢個病啦，憤怒咁樣就會覺得點解我會有呢個病㗎？我係咪做錯啲咩嘢啊？咁樣問個天啊，甚至咧逃避現實，咁呢啲一紮嘅負面情緒。咁其實咧呢啲咧都算係一啲正常嘅心理反應嚟嘅。咁我希望大家咧，如果真係有遇到咁樣情況咧，無論係你或者你嘅朋友咧，首先咧都要希望咧可以安靜一下，平定個心智。當情緒回復翻落嚟嘅時候咧，平靜咗啦，咁不妨咧反覆咁樣諗一諗，倒翻轉思想一下。既然咧唔可以令到呢件事唔發生啦，咁既然唔可以冇呢個病啦，不如積極一啲啊！我建議你咧，你可以嘗試了解糖尿病多一啲，慢慢接受佢，變成佢係你嘅夥伴，好好地同佢相處。你可能會問咩話？夥伴同佢好好地相處？冇錯，真㗎。差嘅朋友咧，咁我就想講俾你聽咧，你要咁樣至得㗎，因為咧咁樣你有一日會可以駕馭佢，征服佢。或者都好擔心，因為暫時嚟講咧，你嘅原因就係對糖尿病認識唔多，或者你暫時咧未接受到你自己咧係一個長期病患者。不過唔使擔心，而家我哋咧嘅世界嘅資訊好發達，醫學界同埋科學家對糖尿病嘅研究咧已經取得好大嘅成就同埋成效。我哋人類咧對糖尿病嘅認識亦都十分豐富。如果你要學咧，一定會學得到嘅。不過咧，網上嘅資訊咧真係有好多，並不一定係可靠嘅喎。大家要小心嗰個來源啦。唔好俾一啲嘅廣告啊、宣傳手法呃到你喎。另外一方面，你接受唔到自己咧，可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我相信咧，呢個需要啲時間嘅。咁時間耐咗嘅時候咧，你自然咧就會明白到咧，你都係你自己，你都冇變過。不過你知道咧，越係早你可以接受到嘅話咧，你越係咧越早嘅駕馭到糖尿病，指日可待。道聽途說難辨清，科研判斷最精明。所有醫學嗰啲嘢要記住，要有科學根據至相信啊！以下咧我會分享下咧糖尿病新手入門4招嘅，佢可以幫你咧啟航啦，培養一個正確嘅態度啦，加上咧充足嘅知識。咁你一定可以駕馭同埋征服糖尿病㗎。第一，我要做專家，冇錯，你要做專家。你要比任何一個普通人咧都更加認識糖尿病，因為咧你知道咧越係識接受，越係了解得多，你越係掌握到糖尿病。咁咧越係逃避佢咧，越係容易產生併發症喎，當然係唔好啦。所以你要做專家。第二招，優化每日嘅生活。原來咧生活咧係會影響我哋嘅血糖嘅，
所以咧，我哋要優化每日嘅生活。嗱，生活包括啲咩呢？第一，食物，以後你都要揀飲擇食。適當嘅戒口咧，對糖尿病嚟講絕對重要嘅。第二點，運動啦，以後都要培養翻做大量運動嘅習慣喎。第三，不良習慣要改啦。例如吸煙啦、飲酒啦，你都要戒嘅。咁健康心心社咧，會為以上嘅各項嘅優化生活咧，我哋會定出一啲嘅專題嘅電影嘅，希望大家咧安排時間收睇。第三招，信任你嘅健康教練。控制糖尿病嚟講咧，就好似網球賽裏面嗰啲選手啊，而家咧最成功嗰啲網球手咧，想奪冠咧係好難冇呢個教練嘅。咁醫生咧其實就係你嘅糖尿病嘅健康教練啦，因為佢會教育你啦，改良你嘅不足之處啦，幫助你啦，同埋預防任何嘅失誤。好地咧同你嘅醫生合作喎，咁你跟隨佢嘅指示咧，先至會成功嘅。喺任何嘅問題上咧，要好地溝通，所以以後咧要信任你嘅健康教練啦。第四招，目標要明確。簡單嚟講咧，糖尿病嘅目標咧就分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嘅。短期目標咧就係你要控制血糖啦，因此咧我哋自我血糖監察要學嘅，俗稱叫篤手指，即係透過啲刺手指咧採血嘅檢查。因為咁樣可以得知到咧血糖嘅升降嘅走勢啦，對達到目標係不可缺少嘅。持續咁樣堅持呢個短期嘅目標咧，先至有望咧可以達成長期嘅目標㗎。長期目標咧，我哋如果達至嘅話咧，就真係可以防止呢個併發症啊。譬如話，因為糖尿病導致心臟血管嘅問題啦、中風啦、腎功能衰竭啦，同埋眼底嘅病變，係咪好值得啊？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目標要明確。健康心心社，智慧多一些。眨下眼咧，我哋講完呢個嘅糖尿病新手入門4招啦。咁邊4招呢？第一，我要做專家；第二，優化每日嘅生活；第三，信任你嘅健康教練；第四，目標要明確。既然而家知道咗啦，我哋要準備咧學習同埋咧做專家咯，所以多啲留意我哋嘅頻道嘅電影咯噃。多謝收睇我哋嘅頻道啦。咁健康心心社咧嘅目的咧，單純係為咗大眾嘅健康教育嘅。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提供貼地嘅普通科同埋老人科嘅健康資訊俾大家嘅。咁不過咧，我哋係唔會作出任何醫學評估啊、建議啊、治療俾個別嘅觀眾讀者個噃。關於大家個別嘅身體嘅情況咧，我都係建議大家咧去揾翻你熟悉自己嘅家庭醫生。多謝。